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6节，14节到16节。耶利米书第23章第9节到22节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8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考验。咱对考试、考验、试验也是试炼咱无生分啦，因为伫圣经的中间时常提起，也是基督徒时常必须爱经历面对的。但是对伫试验、考验，其实有无共款的角度的思考。有一寡是生命中间所拄着的试验，所以耶稣基督伫这个教示咱的主祷文的中间，就安尼讲，无叫阮入伫试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可见伫咱的生命中间是会常常拄着试探、试炼。因为咱需要上帝保守来闪避即种，也是讲甚至赢过即种的试炼，也是讲试验。另外，即种是属于自我的训练，咱讲操练，也是讲迄个考验、测验等等的，互家己会通来进步。对伫先知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因就是进入伫迄个试探内底。入伫试啦吼，因掠做外邦的偶像，通好来救因。真可惜，因根本就是错误的选择。因不但是崇拜偶像，离开上帝，时阵还阁有济的假先知来传即种假的信息。因有人进入伫迄个错误，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：论到遐个假先知，我的心破碎，全身躯摇摇喘。上主甲伊神圣的话，互我来罪，互我亲像去互手灌醉的人共款。这个土地到处是对上主不忠的人。因滥善用权力，过着邪恶的生活，对着上主的咒诅，土地的悲哀，牧场抗旱。上主讲，先知甲祭司拢无敬虔。我看见因伫圣殿内做歹事，因行的道路又搁骨又搁暗，我要互因绊倒骨倒，因会受处罚的时阵到啊！我要降灾害伫因的心上，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我看见撒玛利亚先知的罪过，因奉巴力神明的名讲预言，互我的子民行入去伫歪错。我看见耶路撒冷先知搁较可恶，因行奸淫、讲白贼，使人去做歹代志，因为安尼无有人去邪归正。伫我的眼中，因所做的甲索多玛的人共款邪恶，甲蛾摩拉的人共款来腐败。这原本底是爱敬拜上帝、军队上帝，假是人来军队上帝，却选择军队偶像神明。迄原本底爱传讲上帝真理的仆人，却传讲这个假信息，迷惑人进入伫迄个试探。这正是耶利米先知表达伫心内迄个艰苦的原因。这人为着家己的利益，顺着家己的意思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
因有人离开上帝，激上帝会受气。以色列人的考验是对遐个假先知，因传讲假的信息讲，因不断对遐个毋听话的人讲万事如意，佮对遐个固执的人讲，恁袂抵到灾难。但是上帝安尼讲，我无有差派这的先知，但是因四界乱走，我无互因信息，因却家己讲有言。如果因捌徛伫天庭接受我的话，因就会向我的子民来传达信息，互因气杀邪恶，无做歹事。基督徒伫咧追求上帝的真道的时阵，必定会遭受到考验。也因为追求真道这个中间，也需要时常被考验来训练家己，哪来哪亲像上帝。保罗安尼讲，伊讲我毋是要爱定什么规则，只是要爱恁知别人怎样热心帮助人。用安尼来考验恁的疼心，我睇这是一个部分，是咱应该爱称作操练，也是训练的。透过安尼的操练，互基督徒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。透过安尼的操练，互基督徒会通坚持行好，去表达疼人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安尼讲。恁已经知阮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是不有的，却为着恁的缘故，互家己变做上香。目的是要爱互恁对伫伊的上香来得到富足。对伫这项事，我认为恁上好伫这个时阵完成去年所开始的目标。恁不但是先有这的行动，也是最心意愿安尼做的。那安尼坚持落去完成这项工作，恁应该着爱用当初是计划是迄种的热心去完成这项工作，而且爱照着恁现在所有的去进行。如果恁真心来关注，上帝一定会欢喜接纳，伊会爱恁献上恁所有的，毋是所报的。佮即个强调，迄个操练非常重要，就是相款伫即个教会服侍当中，也需要被训练。伫服侍的顶悬，对伫心态。对伫方法，对伫各方面，拢会当受到操练，被考验，渐渐来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保罗又去讲，我毋是要加重恁的负担，来减轻别人的负担。既然恁现在富足，就应该帮助遐个送香的，到伫富足。恁才有需要的时阵，因也会帮助恁。安尼双方面拢有机会互相帮助。保罗也指出，埃及会捡即个玛纳来提醒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，加收的也无剩，减收的也无欠。这就是迄个真疼的这个操练甲考验，咱不断爱付出疼，佮甲爱训练家己无贪心。诗篇91篇第1节到第6节，14节到16节，找至悬的上帝做避难所的人，会徛伫全能的阴影下骹。伊对上主讲：“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倚靠的上帝。
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，甲致命的瘟疫。伊要用石甲你拦掉的，互恁秘伫伊的十个下，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保护你。你免惊迷时的恐怖，还是一时车来的钱。嘛毋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还是日中昼毁灭人的毒症。14节，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救我，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；我要使伊长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恳求主帮助阮伫生命中间靠主来得胜，帮助阮赢过试炼，无进入伫生命的苦难，帮助阮经历历练，成做一个诚实、忠心主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